继续来看宜兰市旧城南路甲成平街的交叉路口，昨下晡发生着死亡车祸，有一台小货车可能是要超车，去弄到头前的机车，结果共弄死了。弄死人搁做伊走。互弄死的这个骑士是附近一间公庙70岁庙公。小货车的驾驶到案说明，讲第一时间伊并无感觉到有去弄到人，也是去互警方移送法办。敢是去翕到车辆过路口，黄色的货车敢若想要超车向正边，想要到煞直接弄到正边的乌多摆，骑士倒伫涂骹出轨路，安全帽甲前拖拢丢出去，不过货车就安尼离开。警消人员到现场看到轰隆的骑士倒伫涂骹，状况真危险，随甲人送病院。传一个车牌给你，你帮我查看有没有他家人的电话。死亡车祸发生伫咧宜兰市旧城南路甲成平街口，昨下晡2点外，一只客车敢若为着超车加速向前，所无说移动到头前乌多摆，电司骑士互弄伫涂骹送医不治，不过客车竟然直接离开。可能他就是要出来嘛，车子直行啊，歹有去卡到就这样子而已，嘣一下，阿公就倒地啊，头劈头卡呢，劈头卡。这个互弄死的写信骑士是附近东岳庙的庙公，民众听到拢真不甘。这个大哥，你们看70几岁，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好，在一起大家还在一起工作。警方用车牌找人，通知调查客车驾驶到案说明。下午3时许，即通知其到案说明，并实施土器酒测，没有酒精反应。事故地点我火车头真闹热，客车的驾驶到案表示，家己无感觉弄到人，不过警方认定伊无保持安全距离，专案用吊丝刀入罪，移送法办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